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因為我越咁做啊，我咪睇通咗佢咯。即係我咁越知道喺講道上同教會嘅體制上，並且一個真理接一個真理嘅時候，彼此之間我一定要考慮到你哋個接受程度啊，考慮你應付嘅程度啊，咁樣去推進教會嘅教導同埋說服力啦。用咁嘅方式咁變咗一啲唔單止我做到嘅嘢啦，慢慢你哋去仿效我去做到啦。只不過過程當中，我一路都說服你哋嘅內心一定要係撒種，一定行善，一定行善教。咁當然啦，你會睇到啲佢內心裏邊可能唔啱雅嘅咁你自然就會睇到嗰個人咧，佢做極都冇恩賜。所以你會諗佢哋真係易過我100倍噶啦，佢都咁跌倒，邊使可憐啫？唔可以可憐噶你，因為神真係咁好。你諗下，我除咗呢幾十年坐喺屋企，都大部分時間都仍然係坐喺屋企嘅啫嘛。咁但係我哋教會就係咁成功啦，我得到咁多尊重啦。咁你諗下，我哋原來照足聖經嘅標準，我哋欠神幾多恩典啊？係咪啊？咁但係所以嗰啲人會喺恩典跌倒嘅，咁真係你啲好難可憐佢哋嘅。其實因為我係冇榜樣底下做到今日啦，我成為你哋終極嘅榜樣，甚至有機會喺歷史上面成將來1000年都紀念嘅榜樣，就喺你哋面前喎。你哋做唔好啊，都應該內疚啊，唔好淨做唔到嗰啲咧，咁你真係點話其他出邊外邊嗰啲人啊？係咪？因為石安已經係個咁有人情味嘅方式，為你處處考慮嘅方式，讓你去經歷神啊！呢個即係典型係一個屬靈 nursery 咁樣去養大，咁所以我哋先至會慢慢成為將來人哋嘅榜樣啊嘛！就係我哋呢種嘅餵養方式咧，肯配合嘅話，好易嘅就係你有真正嘅信仰，你就配合得到嘅。其實石安，咁你肯配合嘅話咧，其實個個都得嘅，係 work 嘅。因為我哋就係強調，唔係你做到麻木你就得噶啦嚇，以量取勝，從來冇噶嘛。我哋咁啊，你真係好悠哉悠哉做嗰樣嘢就 supernatural 咯，係咪？就算你會兜，我哋呢幾年時間喺度用呢一種想當年方式講咯，咁一樣有咁多預言噶，一樣有咁多恩膏噶，所以變咗嗰個唔係一種憑血嚟做嘅，純係一種好似 nursery 咁，讓你哋養大。我自己經歷就唔係咋，你哋就係啊，你哋真係 nursery 咁養大嘅，即係成個承受由我自己孤單地開始信仰，去苦傳稱，將污染我嘅呢啲宗教錯嘅傳統同埋思想翻到嚟。如果唔係自己開教會呢，我唔會反思所有教會嘅嘢，因為我覺得佢錯，咁我自己做好自己嘅部分啫嘛。但我開教會呢，我就要反思。因為我要安排成個系統，要你哋繼續做落去噶嘛，咁所以每一點都反思咯，即係由收奉獻啊，點樣用啲奉獻啊，點樣送帶啊，送帶嘅先後次序啊，即係每一年當中擺幾多錢送帶啊，咁呢啲重新再諗過噶嘛，咁呢一個咪就喺呢段時間當中，因為我搞教會，所以我會反思，而因為我搞教會，所以我除咗做喺自己身上嘅嘢咧。我做喺成間教會同埋帶領你哋做嘅咧，無論講道嘅方式，無論帶領嘅方式，無論執行嘅方式，無論行動嘅方式，都重新要諗過。因為邊啲教會 constantly 去走難先呢個世界，起碼香港你冇話係咪先？啲會聽到都當笑話講，你知唔知道？我哋 constantly 有好多呢一啲做法，又預備 base 啊，又學習呢啲嘅求生技能啊，由千年蟲開始咁已經。水就已經即係一鑊泡咁，就係喺度攞未停過嘅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就要諗下點樣好 smooth 咁喺一個咁民主自由嘅社會底下推人喺教會裏面。仲要我哋今日做呢啲嘢之前啊，千年蟲之前已經係哇，真係舉世華人出名嘅石安教會。我哋做乜嘢啊，都隨時上新聞嘅嗰種嚟噶嘛？你知唔知道？幾十年都係咁樣嘅喎，你知唔知道？咁但係你諗下，我要喺咁嘅夾縫當中咧，要帶住你哋咧，要好合理地咧去做呢啲嘢咁樣喎，係咪？但係你哋唔使喎，
你哋仲係喺所有呢啲題目喺執行之前，我哋已經諗晒、度晒、安排晒、計埋 schedule， 咁樣去推人咁呢幾十年裏面嘅所有嘢喎。咁所以呢一個咪就係在你哋講喺將來1000年當中，佢哋會覺得你哋喺信仰 nursery 都有日華親自牧養嘅，你哋係咪啊？你淨即係信仰 nursery， 出邊嗰啲真係坎坷噶啦，真係自生自滅地聽佢哋嗰啲教導，聽佢哋嘅信息，佢哋口中嘅天國比喻都真係完全唔同嘅。而並且根本佢哋嗰啲根本唔適合呢個時代嘅，因為根本唔足夠應付而家呢個問題。並且佢哋喺呢個時代嘅應用方面咧，已經 outdate 嘅啦。即係話喺100年前你咁呢啲係善行，而家100年後你咁嘅用要做嘅程度、幅度同埋難度，根本佢哋嗰個 outdate 嘅已經嚇，我哋呢個先至最 update 噶嘛，係咪？所以1000年、千禧年嘅時候，佢哋會睇翻我哋呢間教會由開始嘅時候，根本你哋係由日華親自牧養嘅，根本每一個系統、每一樣變化同埋每一樣嘅嶄新嘢咧，都係由我親自諗出嚟，而唔係撞彩撞出嚟嘅啊！即係我哋唔單止 survive 咗嗰個時段啊，我哋直情係會變成一個普世嘅榜樣噶嘛，即係每一樣嘢都係噶嘛。咁呢個真係好驚人噶嘛啊！即係但係我哋日常嘅啫喎，因為所有創舉咧都係教會界前無古人嘅，即係話冇人哋嘅足跡或者人哋嘅 example 你可以學得到，係只有我哋嘅啫，咁樣啦。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天國現降臨，榮光照耀，揭示永能。讓我獻赤心，全認真，神恩中戰兢，全謙卑抗志，進步恩，反思在談文，心中可有珍惜與慶幸。神榮耀父聖女更自潔，血氣傲放而生。願每日持守信心耕耘，願你行如初，愛心好似動人，將主訓誨導引，內心革新。莫記懷人生，嘲負澆塵，縱高聲變更，我心清潔站穩，初心信愛情感，純真。